近排啊，唔知邊條蛋散咧，就整咗一個10分鐘嘅刷牙廣告，咁反映到一個事實咧，就係香港啲廣告咧，真係好鬼死煩㗎。所以啊，我就整咗一個香港10大煩膠廣告，同大家倒數一下咧，香港究竟有啲乜嘢好鬼死煩嘅廣告。第10位啊，就係呢個打波先嚟落雨廣告啊！我就唔明咧，佢最後嗰句咧，點解要講得咁死啊？生命滿希望，前路由我闖。啲語氣咧講到好似好冇希望咁樣，同埋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啦？裏面嗰兩個角色咧係好似足球小將嗰個4眼仔啦，同埋梁仔啊！你點知今日會好天㗎？屌你，睇咗天氣報告㗎嘛？第9位啊，就係呢個清熱號廣告啊！一個字，好撚嘈。我每次見到呢個廣告咧，都有想轉台嘅衝動啊！大信信用卡現金回贈1%，八達通增值有，超級市場有，上網繳費又有，日日大信信用卡。我諗呢個廣告我都唔使講太多啦，係咪啊？同埋我想問下呢首歌邊個作嘅咧？因為咧要一個高手之中嘅高手咧，先可以作得出咧一個字都唔啱音嘅歌。講煩膠廣告啊，又點少得呢個旺旺嘅廣告咧？旺旺出咗一系列嘅煩膠廣告啦，唔知我係咪心邪咧？但係我覺得呢個廣告啲對白咧係好鬼死鹹濕嘅。Come on, baby！ 我嘅寶貝。個肥仔似咧係想溝條女咧，多過想食 QQ 軟糖。IQ 題嘅時間啊，究竟講啲乜嘢啊？人哋先會開門俾你咧？冇錯啦，就係愛是達成。早上。咁第2條問題啦，究竟乜嘢工人咧先會俾人請咧？答案就係咧隆咗胸嘅工人啊，因為佢都係我同胸喎。第5位啊，就係呢個 Show Me the Money 廣告啊，個廣告又長又唔知噏乜啊。其實啲公司花咁多錢去賣廣告啊，最後啲錢咪又係我哋消費者俾翻，咁不如慳翻啲錢，俾多啲優惠我哋咪仲實際，好過用咁多錢買埋啲咁無謂廣告啊。呢句真係好鬼死諷刺啊，因為佢哋真係 show 緊我哋個 money 喺啲廣告上面。染白頭髮學我啦，俾完發彩冇得彈。對唔住啊，香港腳發作，用愛膚堅啦！愛膚堅皮膚噴射劑對香港腳確有功效。呢個愛膚堅廣告咧，真係廣告中嘅典範。邊有人用個 break 嚟拗痕咁撚戇鳩㗎？同埋我強烈要求鄭則仕拍個新嘅版本，叫情越愛膚堅。睇月黑風高殺蟲夜，又係 IQ 題嘅時間啦。如果愛膚堅認第2啊，邊個敢認第1咧？冇錯啦，就係黑旋風啦。因為佢哋兩個咧一定黐埋一齊啊。同埋如果夜媽媽有條咁嘅友入我屋企幫我捉曱甴咧，我會報警咯。如果講煩廣告咧，我真係諗唔到第2個廣告咧可以煩過呢個。最煩唔係個廣告本身啊，而係啲人玩到佢咧好煩。如果呢個許志安效應咧可以持續落去咧，遲啲全部廣告都係許志安噶啦，到時你哋就知死啦。前路冇希望，大信信用卡，旺仔 QQ 糖，我來自特勝，Show me the money。獅王識齒美牙刷，